最近喺網上面都不時見到有後生女分享患上婦科癌症嘅抗癌經歷，做完手術令到肚上面留有10cm嘅疤痕，而要做化療又搞到甩頭髮，真係戥佢哋心痛。咁究竟點解咁後生就要面對癌症呢？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2023年卵巢及腹膜癌喺香港女性常見嘅癌症之中排第6位，佔女性癌症新症總數嘅3.2%。2023年嘅卵巢及腹膜癌新症共有623宗。喺2024年，總共有274名女性死於呢類癌症，佔女性癌症死亡人數嘅4.2%。最近有冇都留意有唔少嘅女性咧，都係年輕化咁樣去患上有呢個女性嘅婦科癌啊？都有留意網上可能有啲 KOL 其實可能因為呢個病而離世啦，或者其實可能比較年輕都有呢個問題。咁你哋驚唔驚就係卵巢癌或者係有啲婦科嘅病都會年輕化咗呢？會啊。我發覺而家好多朋友都係40歲之後都有呢個病。今次除咗子宮之後，譬如我有啲朋友4字頭嘅，已經係提早咗更年期㗎啦，所以即係佢哋有佢哋難處咯，或者好辛苦嘅地方。平時有冇定期做呢個身體檢查呢？身體檢查就有嘅，但係就冇專登去做婦科嘅檢查咁樣。有打 HPV 嗰啲咯，比較少做呢啲檢查，跟住然之後可能都會有啲驚物見啲新聞。本身都話好驚痛喎，或者點樣都冇諗住去檢查，但係聽到咁樣之後都想早啲可能去揾下醫生去做檢查咁樣。婦科癌症常見症狀包括陰道出血、小便疼痛或出血、腹部不適或肚脹、體重驟降等等。呢啲症狀容易同女性常見嘅生理問題混淆，唔知係咪咁樣，所以較難喺早期被發現。我哋可以譬如睇下啲幅圖啦，我哋兩個卵巢咧，其實都係一個好細嘅器官喺盆腔嘅下邊。咁一般嚟講，譬如話未收經嘅婦女，我哋個直徑可能講緊3-4cm 大啦。咁收過經嘅婦女咧，咁佢嗰個卵巢咧就萎縮得咧就仲多，變咗咧就有機會就可能仲細。咁佢哋嘅位置都係喺個盆腔嘅底部啦。咁變咗就一發現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即係擴散咗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咯。有冇啲乜嘢治療方法㗎？其實我哋就要考慮好多因素啦嚇，咁譬如話我哋嗰個細胞種類啦，嗰個癌症嘅期數啦，病人嗰個年紀啊、生育嗰個意向等等啦嚇。咁我哋譬如簡單咁樣講啦，如果譬如一個係屬於比較早期第一期嘅癌症嘅話咧，咁我哋有陣時候可以考慮一啲叫做保守性質嘅卵巢切除，譬如話牽涉左邊嘅，我哋就咁切個左邊，咁就保留個子宮同埋另外嗰邊嘅卵巢輸卵管啦。係一啲比較惡少少嘅細胞種類，就可能要成個子宮同埋兩邊卵巢輸卵管都要切除咯嚇。就算係第一期嘅，我哋有時都會話保險啲加埋個化療去做治療咯。咁而如果譬如話我哋一開始都覺得個病人切得清嘅機會唔係好多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倒翻轉嗰個醫治嘅程序啦。咁我哋可能要俾幾針化療針，或者我哋叫做新輔助化療先啦嚇。咁然之後咧縮細咗個腫瘤。咁臨床上如果病人嗰個反應係良好嘅，嗰一刻我哋先至去做個大手術。咁完咗之後咧就會補翻幾針嘅輔助嘅化療針咁樣咯。咁切除咗子宮之後，對患者嚟講有啲咩影響呢？冇咗個子宮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即係冇咗生育嗰個能力啦。有陣時候都會見到一啲比較年輕少少嘅婦女啦嚇，咁就患有卵巢癌。咁而因為嗰個卵巢就係負責係釋放一啲荷爾蒙嘅。咁如果我哋兩邊都切除埋去嘅時候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個病人咧，其實係會有機會更年期咯嚇。咁有冇啲咩建議俾女士等佢哋可以多加留意呢？有一啲症狀咧係會有即係俾個病人有個警號嘅，譬如話突然之間好似個肚點解好脹啊，或者即係點解好似有啲嘢凸起咗咁樣樣咧，咁就佢有咩時候會痛咧？可能譬如話個腫瘤突然間入邊可能有少少出血啊，係有啲發炎啊，咁嗰啲可能就會痛嘅。嗰個腫瘤即係如果佢個 size 唔係真係太大嘅時候咧，咁佢有時候因為卵巢佢係駁住個輸卵管等等啦嚇，咁有時如果譬如佢扭轉咗嘅，咁有時個病人可能都會痛咯。聽完醫生咁講，真係要多啲留意自己身體嘅變化，有唔舒服就記得要及早求醫。希望而家正係經歷緊抗癌嘅女士們，如果你覺得好難捱嘅時候，記住有我哋會為你打氣㗎。